下面我们讲，元气战啊，元气战。这个元气战当中呢，今天讲的好像前面就唯有佛教对解脱者不起火，分了两个，其中第二个是依次建立佛教对解脱者不起，这个有分4个科班，其中第4个吧。应该是建立佛学佛法成为真量而色义啊，就是讲这个问题。这个佛学佛法呢，就是成为真量而这个色义。在宋词当中这样说的，说将所之中缘起所，描绘之中缘起会，犹如世间之君王，超甚绝伦为宁者。那么这个字面上意思呢，就是很简单的。我们实践当中有，这个千千万万的各种这个学说讲说啊，就是所有的这个讲说当中的话呢，如果有些人能说，这个缘起法门的话，那就是这个是，这个所有这个讲述里面呢，就是最殊胜的、最妙的、最好的啊，就是最好的。然后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就是这个妙慧啊，就是这个智慧的话呢，也是这个无数无边。啊，就千千万万，就成千上万。那么所有的这些智慧当中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升起了一个这个缘起性空的智慧啊，就所有的智慧当中说它是最殊胜的啊，最殊胜的。那么这2个殊胜，也就是说缘起能降缩缘起的这种说法和升起缘起的智慧，这2种呢，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就像是这个君王一样的啊。君王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呢，就是把它评为是这个中人之顶、中人之尊啊，就是所以这个国王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国家下面有这个成千上万，就是或者说这个上亿、上千万、上多少个人的话呢，那么所有的人们就是对他就是毕恭毕敬的，就是在他们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就像是那个身床的地一样的。就大家都是这个恭敬顶戴的，那么所有的智慧当中，就是缘起智慧是最殊胜的。所有的讲述里面呢，就是缘起殊胜是最殊胜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超生觉论呢，就是超生觉论的话呢，那么就是唯有的这个佛陀啊，在这个世间导师你呢，就是完全就是了知的，就其他世间人的话呢，就是根本呢就是不会了知就是这个价值这个意义。人们都认为是自己这个所创立的这个学说也好，或者说是他的这种这个伦理呢，就是指的是最无上的，就有这种这个想法和说法。但实际上呢，就是绝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以后在座的这个道友们的话呢，就是给别人要宣讲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是你是医生的话呢，你绝对是去讲这个医学最好的；如果你是学物理的话呢，你绝对是这个讲物理最好的；你如果是讲什么这个电子系统的话呢，那么你绝对是就是讲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最有意义的。实际上呢，对这个人类对这个乃至一切众生呢，真正是有意义的话呢，这个溯缘起是最有意义的。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如果升起了缘起空性的这个智慧这是最珍贵的就是最珍贵的。所以缘起空性的智慧呢，就是说到底呢，我们密宗当中也讲的这个密宗的境界，显宗里面讲的显宗的境界，其实一切万法的真相呢，就是缘起空性。那么谁能通达它呢？这就是通达这个缘起。所以呢，说者也好，就是证悟者也好，我们一定要就是知道这个缘起空性，就是对整个实践当中的这个价值和这个意义以前可能不知道就以前我们在座的人呢，包括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就今天就是说是什么这个出离心很重要，明天说是菩提心很重要，后天说是人生难得很重要，一个比一个重要，就是到底是哪一个重要？其实这些都是在不同角度上是应该就非常重要。但是整个这个我们人类从获得这个解脱就是一切众生要获得解脱的话呢，你缘起这个性空的道理没有证到的话
话，那就是谁也就是不能解脱的。为什么宗喀巴大师三主要道论里面最后终结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菩提心和那个这个出离心的话，那就是也其实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是必须要就是通达这个无二会。要通达无二会呢，就是要就是证悟这个缘起空性的真正的这个因。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缘起空性呢，就是一切这个善说当中呢，就是最为第一。这是我们讲那个中论的时候也是，就是大家都非常这个熟悉的。开头的时候也说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短，不异也不异，不来也不去。能说是以远三灭诸系论什么我即数你佛诸所中第一诸所中第一，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前面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是原理四边八系，也就是说不生不灭，不长不短，不异不异，不来不去的，就是原理8个边。然后呢，在世俗当中呢，讲是一切诸法都是因缘而产生的。然后这种因缘呢，就是原理一切系论的。这样的道理是谁说的呢？就是这个佛陀说的。为什么说这个龙母菩萨呢？就是他以恭敬的，就是顶礼这个佛陀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是实践当中是可以说是第一所，就是没有这么一个这个缘起空性的道理呢，就是以前谁也就是没有说过就是没有这么这个说过没有这么说过。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就是知道就是佛陀的这个伟大的这个之处就伟大之处。否则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说是我们这个信仰佛陀是很了不起，口头上这样讲，让心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就是这个产生一个他的不公之处的话呢就逐渐就是很容易退失这种这个信心就所以呢，我们要想到，如果你是真正要就是见到就是实践当中的最深的法，一定要就是通达这个缘起法。如果你要给别人要讲一个最有意义的最有这个就帮助的这样的这个佛法要传讲的话，那就是要讲述这个缘起。当然，这个听说缘起空性的人当中呢，肯定有些是能接受的，有些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是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有些呢他前世有这个对空性方面有因缘，对这个大乘佛法呢就是有这个这种善根这种人呢就是听了之后呢就是速速的这个欢喜就是然后这个所听说的这些道理的话呢，就是完全都是可以这个一字不漏的接受就是接受就可以。但有些以前呢就是不断的扭转这个恶趣里面的这个众生或者说是诽谤这个三宝的这种人呢，就是当你听起来的时候，不但不起信心，就反而呢就是有可能这个反感就是有这种就是不喜欢的这种这个心态就是会产生的。不管是怎么样呢，实际上就是佛陀的这个教义当中就是它是最精华的、最神圣的这是亲友书里面呢就是也讲了，但是亲友书的这个教义呢，就是以前那个唐代的时候就是所翻译的那个里面就是比较好记一点，就是亲友书是我们这个好像7个字吧，就是以前那个王权什么那个国王权法的，就是那个其他的有些教义呢就比较难懂，就是但是他讲那个缘起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什么这个欲见第一也复所观缘起就欲见第一，就是欲是那个欲妙的欲，就是想那个见到第一的话，那就是佛所观缘起，应当勤修习生果无上士就生果无果士，士就是不是的是后面是，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想见到第一的话，那就是佛陀都早就已经说了，就是这个观缘起法观缘起法所以呢，就是这个缘起法呢，就是应该精勤的去这个修习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没有胜过他的了就没有胜过他的。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大家这个观修没有在座的很多人呢，就是已经学了中观四百论、中观这个根本慧论。中观四百根本慧论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是再三的这个强调，就是说是这个缘起空性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这是通过缘起空性呢，就是了解这个佛陀的这个不公之处。所以我们对缘起空性没有就是升起定解的话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对这个佛陀也不一定会是其真正的这个心性。就是所以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就是佛尊呢，就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就是可以这个成立呢，它是真正的这个量事物
啊，就是它是真正的这个量是我，它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无与伦比者。无与伦比者呢，就是因为他已经说了这个缘起空性的道理。我看那个这个般若灯论呐，就是般若灯论是那个轻便论是翻译的，轻便论是这样的，轻便论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轻便论是呢，在唐代的时候好像有这个翻译，就是那个般若灯论是有翻译的，但是那个翻译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分别命啊，就是它的名字就是称为是分别命，就是实际上是轻便论是，这个般若灯论是也有一些说法呢，就是它不是那个轻便论是做的，就是青木论是造的，有各种说法。但我们藏地的这个达德门呢，就是一直认为是它是这个中观自序派就是三大论师之一啊。他呢就是为了驳斥这个呼呼的这个论点呢，就是开始造了这个般若灯，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月称论师为了就是解释这个呼呼的这个观点呢，也一方面呢就是驳斥这个轻便论师的这个观点呢，就是造了这个如中论和名句论，就是有这种说法。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有一段，就是也跟这个说这个元气战呢，就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就是不义也，不义不长也不短，生命住世尊啊，就生命住世尊世上甘露法啊，就是最上甘露法，生命住世尊这个最上甘露法，就是有这么一句。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佛陀已经这个宣说了，就是不依不依和不长不短的这个法啊，就这是就是世间当中的最唯一的这个佛陀所宣说的。他所宣说的这个法呢，其实能熄灭一切这个分别疾病的这种这个唯一的甘露啊，就是甘露法。这个甘露呢，就是让那个熄灭，就是百病，就是同样的。那么我们如果懂到了这个缘起空性的实实在在的这个就教义的话呢，那么世间当中的种种的这些细论啊、分别啊、单着啊，全部都是统统的可以这个灭掉啊。为什么说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就是都如实的洒脱、如实的自在、如实的这种快乐，而我们沉溺在三界的这种苦海当中的众生呢，每天都是就是如实的这种这个痛苦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就是洞达万法的这个真相，而这些大德们呢，就是已经就是洞到了。因此，我们以后这个弘扬的过程当中呢，我想这样的这个缘起战呢，就是其实几天当中都是可以讲出来。我希望这次讲了之后呢，法师们呢以后呢就是应该就是到这个外面就是跟这个有些佛学院呐，或者是一些学校当中就是讲缘起战，就是时间就是可以在一个礼拜当中是可以这个讲完的，或者说是一些寺院和一些这个教徒当中呢，就是应该就讲这个缘起法。这样的缘起法是有两个这个优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人们呢就是对这个本师的这个空性法门就或者说因缘法门呢，就是产生一种这个不退转的这个信心，对这个教法产生信心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宣说这个佛法的这个注释，就是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起这个不退转的这个信心。如果对佛和佛法就是起信心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度化了这个众生就度化了众生。因为他的相续当中有了真心的话呢，就是会渐渐呢就是产生正见，有了正见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去实修就是去思维和这个修持。这样以后呢，他逐渐就是趋入这个解脱之道就是解脱之道。因此，我们现在世界上呢，很多都是处于一种迷信的这个状态。表面上看呢，就是他有智慧，他有一些这个理论的这种这个基础但实际上呢，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的分别量是对的。尤其是以前那个学过一些实践的这个论点呢，实践的一些论点的话呢，就是很难以就是跳过了是很难以调整过来就他们始终呢就根深蒂固的认为呢就自己的这种学说是就是非常这个正确的就正确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这个想一想这个缘起空性呢，就是如今对这个人类的真正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样的如果懂得了这样的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就是多少人呢，就是可以这个直接去往这个解脱之道
啊，就解脱之道。因为我们呢不需要就是暂时的一些这个利益来就是较劲老者，因为如果暂时让他吃的穿的，当然我们做一些慈善的话，那就是暂时的一些这个利益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它不能就是放在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无明烦恼呢，就是一定要根除。它没有根除之前的话呢，暂时你再这么快乐呢，实际上呢，你还是这个轮回的众生轮回的众生。因此呢，我们要就是对这个缘起空性的这种智慧啊，应该呢就是逐渐的就是弘扬到就是各个地方去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弘扬的精神就是很重要的。我非常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自相续当中，如果升起了一些真正的这个空心慧就是这个空心慧的时候呢，这种智慧呢，就是对有缘的众生面前就是要这个宣说宣说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违缘痛苦这些都是不应该就是贪着的其实历史上看的话呢，我们呢就是以前呢，就是有非常多的高僧大德呢，就是真的为了这个佛法呢，就是而这个付出自己的一切。比如说像那个汉地的，像这个玄奘法师就是他们这个到这个印度去这个取经的这些精神的话呢，对我们和学者来讲呢，就是应该是个很大的辩才就是应该是个很大的这种鼓励还有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话呢，你看他的书名都是就是要建设了这么多年，但是他当时来到藏地，而且藏地的话呢，藏地当时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比现在就是差的多少，就是大家应该清楚的。然后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最后都是没有这个回国，就是也为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就是这些汉地的这个藏地的这个野蛮众生就野蛮众生。如果他当时的那个阿底峡尊者的他首先呢就是到这个金珠论是哪里去？他金珠论是哪里去？不像我们现在就是坐车就是我们这里有个别的导游，就是从成都到这里就是坐车，就是路上这个修路把我颠得累得很我全身心的按摩，好舒服好痛苦其实那个这种我们不算什么这个苦行，真的有时候看那么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传记一看，他首先到这个印度尼西亚，就是去这个求法，就是金珠山是哪里，就是获得了菩提心的这种这个窍诀，然后呢就是来到了这个藏地，在藏地这样的这个气候，这样的这个生活条件，这样的野蛮的这个人当中呢，就是开始这个灌输这个菩提心的这种这个教法。后来的话呢，就是到这个现在就是基本上是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的时候，后弘期和前弘期这个之间呢，就是大概公元肯定是900什么这个1000多年，就是在那个时候吧，就具体忘了应该在那个时候。但现在是已经这个将近900多年，但现在人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接受他的这个教授的人有多少？就是一方面是他自己确实有菩提心，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心，就是当时我们在藏地的话呢，也应该清楚，就是对阿底峡尊者呢，就是也有各种的这个说法，就是皈依上师发心上师这些都是一种侮辱的这个预测。包括就是阿底峡尊者的上师的话呢，就是在藏地就是放牦牛就是没有什么度化众生，实现上显现上是已经这个离开了世间。其实他们并不是为了就是人民币，为了就是钱而来到藏地，为了就是民生而来到藏地，我相信绝对不会的。就是未来的这些野蛮这个众生也好，当时的这些野蛮众生呢，考虑到这样的一种菩提心的趋势下来到这个藏地的。那么我们在座的很多这个道友以后呢，就是在藏地这个求法，除了就是法以后的话，自相续，我相信肯定会就是有多多少少的一些缘起空性的证悟。有了这样的这个证悟以后的话呢，我们身边还有多少的人就是四肢不悟的，就特别可怜的、痛苦的这些众生。那么这些众生，哪怕是利益一个众生的话呢，在我们有生之年当中，应该把这个如来的这样的这个神圣教法呢，要去这个弘扬。而且去弘扬的地方呢，你不一定就是现在极个别人的，我也并不是针对是哪一个，但极个别人的话呢，就是一直是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就要选择一个条件就比较好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去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有邪知邪见的，佛法的名声都没有的，像这样的这个城市和一些人群当中都是不愿意去的，就是有这种情况。其实不应该这样的，就是最黑暗的、最痛苦的、最这个佛教没有边际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去大量的这个就是弘扬就是大乘的这个缘起法和一些这个利益众生的菩提心方面的法要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佛陀你的这个最这个殊胜的超胜的地方呢，就是这个说缘起和这个真无缘起啊，就是这是这个讲的是就是第4个问题啊。